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收看8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因应少子化问题，除了中央扩大发放幼儿津贴加托育的补助以外，市府嘛全力的配合。其中0到2岁幼儿有3种无同的照顾模式，拢提供无同额度的补助。对今仔开始正式实施，预计有全市27000个家庭受到帮助。针对准公共化托育的补助，新制伫8月份正式上路。市府配合中央的政策，依照0岁到2岁幼儿3种无同的托育方式，分别是准公共化送去保姆或是私立的托婴中心来照顾的；另外，公共化接送公共托育家园照顾，以及由厝内人家己照顾的，全面提供无同额度的幼儿补助。并且对9月1号开始，要额外提供2岁到3岁幼儿托育费用补助，每一人每个月上限是2500块。各位都知道，我们保姆其实本来在旧制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谓收费的这一个标准，还有上限的这个部分，这是原来就有的。那新的也没有再把它变严格。那相关的一些我们服务人员去家访的要看的要这个辅导的也都没有变，跟原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再一次的跟大家保证说，这一些其实都是原来就关心辅导在做的一些标准。那其实这一次行政院这一次中央这样子一个扩大的政策，主要是让我们青年人愿意生，能够养，而且养得好啊，希望能够做这个部分的一个扩大的补助。面对新制上路，真侪户下资格家长拢真欢喜，但对着第一线的保姆，或是受委托的准公共化托婴中心，却有无共声音。我们先不论说劳动条件好不好，但是目前登记制跟我们加入准公托以后，它的劳动条件是一样的，没有变，没有变。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我讲的话啦，其实，那个托育费用设上限真的不是一个公平的事啊。另外，毛保姆欢迎，希望恢复免费施打流感疫苗甲体检补助，因为目前这个措施只有机构式的托婴中心才有，所以希望市府会当替因争取。在中央单位或是说市政府这边可以帮我们争取流感疫苗施打的补助，我们第一线居家托育人员不是机构，因为我了解的是目前都是机构在补助，只有补助机构的教保员，那我们第一线的人员并没有纳入。我马上回答你。回答，没有问题。谢谢李副秘书长。今年就有，谢谢。面对保姆团体甲托婴中心的意见，市府嘛伫现场答应，今年开始将提供保姆免费施打流感疫苗，至收费顶面将配合中央的政策，伫业者甲家长之间取得平衡。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107学年度的国中小校长交接报答典礼，上午伫永康社教中心盛大登场。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除了勉励所连任、调任甲新就任校长，同时嘛赠送今年退休的校长纪念品，场面温馨热烈。107年度中小学连任调任新社任校长报答交接典礼，伫市长甲教育局长的见证之下正式开始，由市长亲自颁发聘书，同时由财政、税务2位长官的见证之下交接应信。会中嘛有来了侪民众观礼。代理市长李梦燕肯定现在校长遴选的制度，袂阁有客观的、骄傲的情形，嘛甲所有的校长保证，会伫行政上全力支持校长。透过这一次的我们合并以来，我们在校长、园长的遴选，我们建立了一个客观、公平的制度。那么，所以也都不用找关系不用有任何的。透过相关的这个关心等等那么直接是在委员会
依各位的表现，依各位的理想跟抱负来遴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这个样建立出来的客观公平的一个遴选方式，也为各校真的是从各个教师里面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来续任、来接任我们的校长。我们也会请教育局就我们的制度面再去做探讨，怎么样让校长有更多的也许是资源，有更多的这个可以整个学校的行政管理，还有学生照顾学生的资源能够更加的提升。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待努力。市长嘛伫会中对今年退休的校长表达感谢，嘛以颁发感谢状，感谢这退休校长这几年对教育的付出，并伫会后甲所有的校长共同翕相。市长嘛期待所有新任的校长会使发挥能力，甲学校打造成为更加优质的环境。单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观光旅游是台南重点发展产业，不过如何行销吸引观光客，嘛互市民感受观光所带来收益。商务市场参选人黄伟霆就提出要打造旅游创业基金中心，来串联街区相关的政策承诺，希望得到选民认同。民进党单市长参选人黄伟霆、商务地发言人郭国文以及议员参选人黄伟典、陈振东甲林书记的陪同，正式提出伊对台南市观光政策的蓝图。黄伟霆强调，伊肯定历届县市长对促进观光的努力，除了延续优先顶仔卡公共资源化等政策，还进一步加强观光效益甲旅游的经济。其中一大重点就是串联街区路网，打造旅游创业基金中心。在旅创中心，我们要结合旅游跟创业。很多年轻人他在创业的时候，成功的例子我们都看到了，振兴街、国华街，这是年轻人成功的例子。可是，在成功例子背后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可能开店1个月、2个月、3个月就经营不下去了。那一方面，它缺乏横向的联系；第二个，也缺乏一些财务会计跟整个事业体经营的辅导。所以，将来在这个旅创中心，我们将来特别针对有心从事这个文创或从事旅游业的一些创业者，来量身打造他的一个旅游业的创业模式。第二个，友善骑楼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赖前市长在骑楼如何打造友善骑楼，让这样具有台湾特色、具有台南特色的骑楼，能够成为一个骑楼观光的一个模式。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将来还会继续延续，而且继续深化。街街相接，圈圈串联，圈圈串联；街街相接，街街相接；圈圈串联，圈圈串联。黄伟霆对治水、交通、经济发展到今日的观光，一步一步以具体政策来争取选民认同。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南台科技大学代理校长卢登茂伫代理9个月校长以后，日前通过遴选委员会甲董事会，上午正式举办新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会中除了侪侪贵宾到场见证，学生会、教职人员甲校友会嘛拢代表献花场面盛大热烈。对去年11月，卢登茂的代理南台科技大学校长，将近9个月来表现，加上伊对公司做起，伫南台已经有33档的经历，不管教学研究、人脉，加对学校的经营，拢备受肯定。学校选定上午由董事长主持应信交接，正式就任第4任的校长。卢登茂表示，虽然面对少子化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甲考验，不过伊一定会扛起现有的领先，维持上好。今天我要感谢本校同仁和校友的支持，第4任校长遴选委员会的肯定，最后由董事会遴选我担任本校第4任的校长，让我有机会引领南台持续向前迈进与向上提升。我怀着对本校的深厚情感与感恩的心，在董事会和各界的期勉下，我会一肩担起带领本校继续领先、维持最好的重责大任。
当然嘛，因为大下校长的遴选备受争议，所以会中董事长嘛强调，因两阶段的严格遴选拢是无记名投票，罗校长才是一摆的过关。数学理论的发表啊，每个人都20分钟给他发表哦，然后大家才去圈选哦，圈选3位哦，然后3位在董事会再发表一次哦。这以前没有啊，以前我们选校长的时候、选代校长的时候都没有再发表过一次，我请他们再发表一次，就经过2次的历练，让董事会再圈哦，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讲起来是非常严谨的哦。就职典礼当中，因为各界来祝贺贵宾上济，敢若小界的开幕10几分钟，也看出罗校长的个人气。另外，学生会、教职人员甲校友会代表，嘛拢纷纷献花、写卡片献上祝福，场面相当温馨。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曾经担任台南旅行工会理事长的柯业员，从事旅游已经有48档，除了培育这同事去创业，在要退休的时，嘛支持后生柯朴尧自创旅游的品牌，伊着诚心服务精神，继续为大台南的乡亲服务。从事旅游已经有48档的柯业员，在拍拼事业期间，对着后进的提拔，拢全心全力，所以伫旅游业有相当的地位。伊伫退休之前，特别创立世普旅行社，并且交予后生柯朴尧来经营。伫开幕之天，来了真侪中官贵宾到场祝贺，展现出丰富的人脉实力。咱台南会使讲是观光大市，观光大城，嘛是咱旅游业的重镇。所以会当一方面有更较侪旅行社，有更较侪旅馆，有更较侪这个业者来投入我想是对咱所有的观光客以及对所有市民品质的一个提升。那也很高兴品保协会站在一个能够辅导业者的立场，能够在这边成立办事处我相信这点对于提升将来的观光品质以及业界的水准，能有做大的帮助。再次祝福世博业务蒸蒸日上，台南观光大迈进。担任总经理的柯朴尧表示，将会承接老爸柯业员的经营理念，继续服务大台南乡亲。世博旅行传承父亲的，他最重要交代我几件事：顾客至上，然后利益为辅，然后不要以利益为优先这样子，然后跟同业就是要和气生财啦，共创利润这样子。然后谢谢大家为我祝福。然后希望未来的观光业能够蓬勃发展。世普旅行社将以国内外旅游服务为主，并且协助市府将台南优秀的观光行程销解到国际上。另外嘛，规划北韩的旅游团在10月特别前往，让国人看见北韩特殊的人文风貌。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过去伫汉路所设立的嘉德美术馆，因为得到游客好评，所以市府伫即摆汉路改造工程嘛扩大到中正路，以城市伸展台甲城市的声音作为主题，打造成嘉德美术馆 Plus， 希望透过这活动的装置艺术，让台南有了全新的风貌。大家表示，18号将盛大举办开幕典礼。
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连面要登场的街道美术馆 Plus。这届除了原本就有的海岸路以外，嘛甲中正路结合入去。海岸路的展示范围对民族路到福建路，中正路就是对土地银行到原本中国社的部分。两条道路分别以城市的声音甲城市伸展台为主题，总共40几件的装置艺术，也特别强调互动式甲灯光秀，还有台人声音的呈现。那很多的这个艺术这个作品，实际上跟海岸路目前含义都是有点相关性的。好，我想这个很多的艺术品大概都有它这个内涵包括有一些看看那个靠近这个水仙宫市场那边呢，也有一只公鸡那公鸡的部分呢，它是大概定时的时候它就会来进行这个声音的这个报晓那表示说这个我们大概7点大概所有的海岸路大概所有的这个商业活动还是商圈活动就开始那所以公鸡的这个声音实际上是其中的一部分大概每一座的这个通塔这个艺术造型部分大概都有一些声音的一些展示。现在街道美术馆的粉丝团嘛有抽奖的活动，会中都发局长嘛公布这届的得奖者，金阁街道美术馆的作品大约展出1年到2年，未来将会以美术馆活展的概念来更新作品。18号嘛要举办盛大的开幕仪式，市府嘛会甲周边的店家合作，推出在地的优惠，欢迎市民朋友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担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语言文化当中的史实贤文，也是古早教育儿童的第一本册。即马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不知不觉已经播出第30集了，真的好快哦。是啊，真的非常感谢很多嘅观众朋友嘅支持有大家嘅鼓励和支持，就是我哋认真做节目嘅动力咯。回想去年年底有接到要主持客家节目，真的是让我诚惶诚恐。我要和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呢，小琴我不是客家人，但这些日子以来呢，和小邓老师1个星期直播以及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真的让我受用无穷。虽然我的客语还是讲得哩哩啦啦的。小琴太客气嘞，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本爱老小琴两三个机会在这里来主持节目。客家文化传承、语言文化是最重要的。今本日出来介绍客家史实贤文。史实贤文，这是古代儿童启蒙书目错，也是头摆古时代同盟的读本也就是正讲贤文，有很多史实贤文。公拍来讲，就会字头摆嘅读书年都会读嘅书。真是难得我们节目单元越来越有深度，虽然有些八股，却也是人文素养的精髓。正讲大部分嘅记忆都是来自于经史字词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言杂记，这个思想观念都当出家无就是来自由师徒国家嘅经典。从广义上来讲，其是雅俗共赏嘅经书，透过读史实贤文，做在体会到经文嘅思想观念，让人生嘅智慧小邓老师，我们就开始吧。史实贤文，飞泥顿顿，习韵正讲，道见道文。史实贤文，飞泥顿顿，习韵正讲，道见道文。史实贤文，飞泥顿顿，佢嘅意思就是前人留下来当多好经验心心念念爱来教训后代子孙。习韵正讲，道见道文，老一篇做一本书读起来，做得正讲人哋嘅见闻。
来念一摆哦。世事贤文，非你顿顿，时运正光，道见道闻。三下来就是干劍易坚固，无故不成剑。知己知彼，将心比心。干剑易坚固，无故不成剑。知己知彼，将心比心。干剑易坚固，无故不成剑。意思就是讲，要详细观察当今的人事物，要晓得以古人来作为借鉴。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要先了解自家，要来用心了解别人，将心比心，让人老人长辈高兴。干剑易坚固，无故不成剑。知己知彼，将心比心。实在过来讲解一句哦，酒逢知己饮，是香非人饮。相识满天下，知心能见人。酒逢知己饮，是香非人饮。相识满天下，知心能见人。酒逢知己饮，是香非人饮。意思就是讲19个时节啦，要留自家的知己来饮，才会爽快；留40文的人来饮食，才会有趣味。酒要和了解自己的人去喝才痛快，是要向懂得的人去说才有意思。相识满天下，知心能见人。认识的人千多，不过真正知己的人又有几多少？认识的人很多，可彼此知心的没有几个。系呀，讲等啊，你好好自家天时好言，今本日就讲到了咯。以下要来你观众朋友讲，上来了哦。上来了，上来了。新闻最后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晴分天气，温度29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8月1号的中港台电视新闻，咱再会。